大家好，我係 Peter。今日係講嘅DORDA LD 呢種 push start button 嘅。我個 customer 係咁情況，佢去到一個地方比較偏僻嘅，係買唔到電池，因為佢 remote 完全冇晒電座，開唔到車門。所以佢講話 Peter，要我咁嘅情況點樣去開車門 off alarm 咩？有嘅，跟住呢個以下 video 你就去 set 得呢個問題啊。首先我呢個鎖匙就開車門啦。OK， 開車門，插鎖匙落去，開車門，上車。OK， 有腳踩俾你撳 start。佢話 key detect 唔到，首先就要 OK 腳踩俾你撳一下 ，scan 佢 ，scan 咗之後着晒燈，再撳多一下，就 start 車啦。OK， 就咁樣咁簡單嘅方法。OK， 你 start 咗車之後，你就去附近比較遠啲地方，搵到有 7-Eleven 啊、KK 啊嗰啲咩 mark 都可以買個 battery 自己換都得嘅。呢個以下 video 我教你點樣開個 remote， 點樣自己換 battery。OK， 首先將呢個鎖匙仔呢個邊邊嘅掣撳住撳啊，拉出鎖匙嚟，掣出嚟，呢度有個位擠落去嘅，擠鎖匙去轉一轉佢，開出嚟battery 就響呢度。呢個係2032 battery， 你將我換落去，佢就唔需要 setting，即刻就可以撳噶啦。OK。